保時捷揸到15萬公里就要大修發動機，係定唔係㗎？經過檢查，你台波子已經到咗要大修發動機嘅狀況，夾硬唔整有咩後果？台11年嘅香港卡宴 S E-Hybrid 油電混合3.0排量，車主反映動力明顯下降，油耗異常增高，仲嚴重燒機油。我哋可以見到發動機外圍有明顯嘅漏油油漬，呢度係正時後蓋，可以見到成片嘅油漬。呢度係高壓油泵漏出嚟嘅油，呢度係水管滲漏。嗱，你睇下啲積碳有幾厚？發動機嘅維修方案，我哋往期視頻已經有詳細講解。想了解嘅話，可以睇下呢啲視頻。今期視頻重點講解發動機需要大修嘅核心原因係氣缸軸瓦活塞環磨損。11到18年嘅卡宴為例，當氣缸塞鉛度達到0.08毫米，就需要修復缸徑。簡單嚟講，氣缸密封性下降就會直接導致外車動力下降、油耗增高、機油消耗、排氣管冇藍煙等情況出現。其實發動機大修並冇好高嘅技術難度，無非係對細節嘅把控，例如核心部件技術數據測量、安裝嘅時候扭力大細、角度等各種數據係咪符合原廠標準、施工步驟流程係咪遵守原廠維修手冊。發動機要唔要大修？首先留意你嘅愛車有冇出現以上情況，再結合車齡及行駛里程，由專業師傅檢查診斷後提供實質證據，比如做加速性能測試、缸壓測試、內窺鏡檢測、做潤滑及冷卻系統性能評估。咁樣做一次大修，讓你台波子再陪你10年。